上市款，后上太上宫，有光太假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涂志忠啊。中国又到了安尼老后上人大追股嘅时间哈。大家时台安尼打开新闻，打开电视，一开就看到嘛个新闻，抢眼专家向做事，又有嘛个后上又转到副卡来天数，躺起来吃就本太是个动衔接，唔过转到家乡，咁要按厉害，咁要按强，会遇到哪一个问题呢？因为安尼邀请到6个后上人老大家向来分享，转家乡无按改哦，众团分享。首先，老太家小姐都系质疑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太亮，下面是带台北嘅质疑。古总今日这唔错旁嘅系冇？今日我是电影下台北。好，我唔做得全部卡，因为今发错通告太细啦，制作人发唔巧。一定会电影下作证，按用张拉电影下。那没有逻辑关系。第一老太家小姐都系卷肉。大家好，我是因为上映南浦嘅成法，行过扮到高雄嘅卷肉阿卷妹。除咗今日咪系对南浦高雄上来，要遲到台北當然冇。鬼演哦！跟我上嚟一下全部卡冇。我冇呢冇呢。假使兩曬都全部卡，你今日就存四十。好，等下來分享下，做得做物界上嚟一下就台北做事做到冇反應，因為賺到假嘅。冇反應。係哦，第三大大家手機都係飛機。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呢，我係因為愛客家，所以我是專做到。愛客家就專做到。封面發啦。講出了。今天最場面化的場面化5房飛機呢？啲時候咧唔好講。好，等下來談，真正新冠都上嘅發係乜嘅東西哈？第四就大家手機都係認為你嘅新聞裏邊。大家好，我係太后變呀就轉來討厭我嘅故鄉，竟然會。轉到討厭我嘅故鄉咩係？總啦，係識冇強樣。強強嘛，冇強過。隔壁撞，冇強過，隔壁撞啦，隔壁連上。就係兩塔。我都總啦，黑叫我係總啦人，係識不要再錯過我。第五啊，老大家手機都係阿爺妹。大家好，我係呢度愛照顧沃卡認真結天，愛在於家鄉苗栗嘅阿爺妹。好呢。唔過好的阿姊冇去苗栗。來啦。當然去市場嘅阿邦妹妹通通係炒唔到啊。唔知阿邦妹。係啊，你自己都下定唔掂。嚇，難聽哦。唔識見動劇。我差睇下同埋講。嗰種我知道頭東也順頭嘅哦，真見動電影獎，就係佢真見學動鏡。有呢個的。順到苗栗嘅阿面房哥。大家好，我係專來苗栗咧搶眼農民劉面包，係啊，啲看來邊個嘅錢落啦，係先。冇啦，泰國唔是成日見，然後係差唔多。咁啊。係呢度睇嗰種用好實，而係乜嘢就結。唔過真見啊，講到嘅阿爺妹真見撲地咩出咩半打到，人撲地還是中咗槍。唔過講真見咧，嘅阿姊然坐到兩邊都在喺做乜嘅？因為台北就係愛不卡，愛係就係台北台。因為我哋下就係呢對台北啊，有啲台北做些嘅流向搶眼台北。等下咧，阿姊啊，唔講日團花。面都唔會縫，因為唔想為偷嘢下嘅，你為善事來騙錢騙通告。嚟當認真嚟來見識嘅非常嘅3萬代表係嘛？因為呢可能有啲人就想唔開咧，就想去做起嘅家鄉苗栗，就想為乜個大家都按想唔開。Hello， 我嘅禮貌表那一片，今日我帶出來係冇？會唔會講法？會唔會講法？禮貌帶不開，會一本點點帶那個禮貌帶，這樣會讓人。禮貌帶都不卡，裝都不卡。阿婆看呢，嗰種唔是帶出來，啊，嗰種講法很難聽。你也是我嘅鄉親朋友就冇看咧吼，什麼？你冇講就，唔過講真嘅啊，大家轉到家鄉一定有自己嘅原因吼。唔過本來嘅阿姊來想一下，你會唯一冇離開家鄉嘅人，你嘅印象地度，你知道返鄉青年全部卡來做些，你就後生嘅啲嘅。做乜嘅？係嘛？點解印象地位都返鄉嘅搶眼？可能係因為佢哋本來大部分做嘅台北嘅鐵路都係上班族，
可能佢哋大部分都係做嘅辦公室嘅朝九晚五按樣去。我想唔開，唔係啦，我想去轉去，係因為呢可能我轉去要卡天數啊，還有照顧要卡人啊，係冇？佢有啲人可能喺啲台北做社會感覺較強，因為步調較夾，就想去轉去家鄉，較不用上下自由。再過來，沒有人係轉要卡係老不卡人，天數要卡嘅事業。係人啱啱一盤向下衝呀，其實我剛剛係當皮膚結條啦。當然吼，假使就做在轉到副卡，老子家咱個一般向下來上網打表。向下天數上磅上天。故說咧係阿自己心肝度想象嘅轉副卡嘅強嘅，應該就係按嘅。不過睇自家其他五生意，咁正經係樣去，可能唔係哦，你談一下，會傾啊。上馬教轉副卡轉家鄉，我係到做東西到推總嘛，我到推總大10公年，喊上我轉來做東第一張原因是係因為改片都係學老人，喊我講許多嘅時間，因為我唔會講學老話嘛，喊出門記得是會同我講法語，是會問恁啥，是會問你來為人，我是會講我行人，喊學老人是其中。記得是嘴邊常常掛着一句哦，你是客人哦。跟人講，可是兩個我愛躺起來時，就心裡沒有覺得好像從一冇不尊重，所以應該是記得那個感覺就是真的每天都很想回家。一開始，很不好是係因為其實我又慢慢係了解，就是閩南人的文化，係因為。雙寶家爸爸係學老人嘛，我是開始了解到閩南人的文化，還我這樣想起，我自家係漢人誒，連我自家嘅文化我都唔知，所以嗰種其實家庭做到客家有關嘅事，還最重要是因為雙寶嗰種是都推動我哋其實想學客講客，可是親冇欣賞，我是想講冇是一家教。哎呦！睇嚟當才講呢，佢再講，但是台中老做當就上屆在演時候，唔過睇起來當中嘅 freaking 啊，就啲嘅加拿大嗬，啲台灣暗演，非常上演嗬，鼻子喺度演嗬，同哦，有冇？Hello， 禮貌拿出來，禮貌不用講奶。真緊啊！咁啊，怎麼可以講到 freaking 上係那個反國青年嘅概念？反國，動情動人。不過真緊講，台灣係多元族群嘅文化嘅國家，可能又快咗染色，甚至都撇咗狀態，隔壁嘅狀態就不應想講，那文化差異其實動態係唔係咁樣應該？認為怎麼解上係轉到家鄉咧？因為我從細就喺到客家中用媒體嘅，故所我有參加好多客家相關嘅比賽啊，還係發通，我睇後邊啊就想應該要轉來我嘅家鄉咧，然後本你家鄉請一份心力，好，聰明法。我家下一開始聽聽 freaking 講愛客家，我就知道根本嘅場面法唔忘係唱到咧，場面法唱到咧。結果我聽聽葉音會講會，我知道吼，今天話題女王不是話題女王，就那個場面話女王，切對歡迎，掌聲鼓勵，眾三分，場面話女王。總得按用啦，我都講真心話嘅呢。靜靜，大家開始還是要講性關注靜靜上嘅話，不要再講場面話，我們會把你卡掉。講音講話，講場面話，唔好講，因為談真心話，給民風太高，怎麼解上來轉到家鄉？其實我開始退伍嘅時節啦，吼，我開始先去果園去諾貝嘅半導體嘅廠商實批上班，做16、17年，其實我冇換過頭路啊。一心想講，做好頭路緊做自然退休做好。我冇想到做班參嘅頭家即刻想我先退休嘅，我冇法度啊。即刻做頭家，係啊，係咩有啊很像啊，本年冇在跳啊，冇在跳是講啊，佢上廣州做副卡員參講講，冇做我就頭路冇做，我就轉到副卡，副卡還有一些田，像來做一些改變，用做個友善嘅工作，順沙落個農田啊做一隻轉型，做個體驗起呢個休閒農業，係啊。不過轉到副卡係唔係上來講，係唔係做啲順沙照顧副卡人按呢想法，咁有按呢想法？要，當初我想我轉來主要係因為嗬，老人家啦，我婆嘅成日菜，我90人食，我係上蠻自係上對食添，上所以就想講。
时间做唔得定的人啊，继续动脑板用打拼啊吼，怕本部卡是用越来越少。哎，古时候就是让阿部卡因参详。哎，俺们一开始让阿朋友是当反对啊。我是经验的几年了，如果多一半其实俺们同行学啦，或者讲做上转来。哎，个最后让阿朋友讲。参详讲，希望本来3年的时间，本来是周刊的，3年的时间，没想到，第二3年就过去了。啊，10到3年没过去。就镜头投资投了哈。开头就唔系从棉花，系真心。这种嘅讲从棉花吼，这个唔是今日来做嘛嘅。不过讲到这个副抗疫，系青岛嘅专家向嘅抢眼期的现实，包含到安尼阿燕妹。我同面峰泰国腔用係董显豪嘅咧。真嘅英雄惜英雄。我唔敢講有見花咧。你自家個面唔會縫係冇？唔會，同佢腔用。係咩？呢度係照顧我客人啊，年年都動單純，因為我卡就搶我24年咧，故所就結天我轉去家鄉。誒，雖然講我咩話都唔判斷簡單嘅條路，不過知道係喺我客人較重要啦。真嘅。要考啦，要考啦。係啦。講健考啦。唔認真高嘅啦，係你咁講嘅。見認真高，佢喺牙摸嘅也係擘開，我知道你當健考係擘開意思，那一邊做得認真，攞嚟講下做對冇？凊彩就認真高嘅。唔過講真嘅，因為大家做係後生嘅吼，咱大家出去社會來表示，現在表示個事業，無法度賺到副卡來好好來，然後副卡人做飯。唔過像家面房太個講嘅，時間唔會等嘅，你可能做2-3年過後，你再真上到這個副卡人時間，可能就會來唔切，係唔係？誒，你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嘅心目當中，你係做專家鄉嘅搶嘢，你到多大會嘛嘅專家鄉？韓國專家鄉嘅事情，係咪有老夫抗議、有潮濕、有嚴格呢啲事情，係唔係會發生呢？等下再嚟老大家繼續來分享了。我先講哦，因為你係假嘅問題嘛，我唔係真嘅我按樣做，嗰時候睇假我就有動到嘅想象，就總得小愛哦，對嘛？所以咧，你就講出來啦，阿燕姐姐唔會想。我看到等下記住會想愛，睇下小青台上。等下跟那個三立台的朋友，那個吸收台灣台的朋友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相關節目現場，假使問題自家是係講，做乜解想喺轉到家鄉人，還有嘅唔係轉家鄉嘅人，想嘅志向青年，想象當中嘅轉家鄉嘅人應該做乜嘅？唔過談過喺啲現場很有意思，係因為最近到台北搞到咁辛苦，而家故事都在寫成那個台北版的悲慘故事、悲慘世界，軍用到台北用來搞得咁辛苦。因為我萬歲就係睇屏東係到台嘅聲音咧，一次都過好南部嘅生活。韓國嗰樣是睇台北上班嘅時節，係嚟睇朋友嘅親戚屋卡，嗰樣是無助，你無按人去，上個這個按咩做唔到哦。嗰時候人家檢風地杯根本冇丟人去。冇人去，嗰時候熱天嘅時節，你真嘅會過炎熱。韓國很甜，有嘅時節又冇。當然就是洗桑拿浴。係啊，真嘅，你對啊，就很熱安咧。韓國很甜嘅時節又冇小水啲嘛，熱水去路一下小一下冷。我冇人嚟講啦，係都唔會卡。嗰時下班嘅時節，你記得我都話你過很熱啊，過到唔卡就上去夾夾去洗洗。唔過又冇小水，你過上去叫。哦，我聽到會叫咧。係啊，總共記錄係生活過辛苦啦。係啊，你係單眼好講係冇啊？唔係，唔係，你係做邊啊？有槍，係。唔過講真嘅，我真係家鄉，談講老男朋友沒有一串嘅故事。係錯，我轉到高雄還有一個原因，佢就係延期離戀愛。係，佢樣是我同我男朋友，咪係一下嘅老公，用下愛6年呢。請問剛剛是在放閃嗎？我只看重要。因為一次都喺高雄做條路，韓國我係先喺台南讀書，畢業過後又去到台中做條路，再去到台北上班。我路係一個越走越遠，嗰時候高鐵站路係我哋又愛又恨嘅所在，又好又強。係啊，因為見面睇鴉片，啊 say goodbye 又睇鴉片，係。我哋有算過，我哋以前2個人嘅高鐵錢加起來超過10萬元，10萬元。
强诶，压到钱都做得出轨去了诶。很多钱会恐怖嘿。几个你们是高铁情缘吗？那算黑。古早俩下个最前一部嘅有一部嘅日本嘅嘅连续剧嘛，古早应该请老娘男去看嚟做男主角。我妹應該有人呢。其實他很想演戲啦。不過前幾日講到咧，轉到副卡轉到家鄉，唔係按改嘅事情嘅阿志怡，雖然係唯一冇轉到家鄉，你就一直留到自家家鄉來做生意。今天嘅一個假設性問題，根本嘅本轉到爸爸媽媽嘅家鄉苗栗，你喜歡做乜嘅？我先講哦，因為你係家嘅問題嘛，我唔係正經我按樣做，嗰時候睇家我就有動作嘅想象，就總得小愛哦，對嘛？是妹妹，你就講出來啦。阿燕姐姐唔會想，我看到等下記住我小愛，睇下小青太傻。等下那個三立台的朋友，那個吸收台灣台的朋友，佢好像這唔錯旁我戲劇組的啦。佢300年前嘅戲劇。哎呀，我從戲嘅都冇按用起咧。講正經啦，假使本人來讀，想嚟啲苗栗做乜嘅條路？真嘅，我前年係講希望經濟嘅受利嘅。現象狀況下，我當有錢嘅話，我賺去苗栗，我就想去開間細細嘅咖啡店，係。因為當然轉咗家鄉，就先開間傳統嘛咖啡店。為嘛講我開咖啡店？係因為我單日就會食咖啡啊，我要請好食嘅雞蛋糕啊，你喺我嘅生活當中冇呢兩樣東西，我就會少睇，我就驚到。嚴肅。真嘅，我就驚到我做去苗栗就冇愛用嘅東西，點啊？故說我自家開，我自家食。再過來呢，因為我們請好講下嘛，因為我們唔盼得離開講下嘅生活。故說我哋就會想，我們請好嘅生意嘅，我就想去幼稚園啊，還係貴水啊，教師嚟講下。就是佢按有痴心，冇想講真嘅要轉去。冇啊，你就凊彩講講。你就凊彩講，做嘛冇想要轉去，我有理由。我要留一口飯給他吃。哎，咁講我係咁講嘅，冇行。冇啦，你我係轉去做啲天數啊，你強下來搞好冇？我投資唔好啊，做人投價。真嘅啊，好啊，誒要留起來哈，要留起來哈。不過講真嘅啦，你做嘛到了下還冇想講可以轉去苗栗。其實唔講到重點咧，其實像我頭擺細細嘅時間，我就帶台北嘛，因為我台北出世，台北大，我就冇問我媽媽講，我為乜個愛帶台北啊？想去鄉下生活，為乜個愛你愛啲台北生活？我想去鄉下有太太嘅鈔票，都在走來走去啊！你下想下來就想，為乜個愛跟我說講有啲貴方？係咯，唔聲嘅，呢片有兩個苗栗嘅，等下你做啲行出嚟樣樣旁望，係真唔抵了。冇啦，其實我感覺苗栗嘅空氣啊，比你台北好，還有苗栗嘅物嘅都便宜。唔送嘅人講苗栗這邊清好嘅氣氛。你不要再越描越黑，你要填6年寬世界佛法，真正會本你等下出去本大聲啊！真係嘅，我講我等下出去旁後，全部都係苗栗嘅人出去頂。苗栗嘅鄉親已經都擺列，對於客家天主擺到南方沙地。我香腸菜上我去開眼鏡。好啦，不要再演戲了，看得動腦人。講真嘅，其他50年吼，我都來分享一下。一開始真正係做乜嘅條路，還有你轉到家鄉過後，要做哪條條路，做乜嘅上喺老本地呢條條路來刺激去呢？阿娟有。我本來係太和邊啊個條路線去台中，有做過記者，咩有做過主播。個條路來到我哋客家電視台，強用咪係做記者。回到高雄過後，我睇一間遊樂園同百貨公司做公關。嘿，故說我路講啊，因為有幾多個法通，我路會代表公司出來接受採訪。故說路像以前係我拿啲賣股嘅採訪片人，一下路變咗記者來採訪我，嗰些路上彎嘅一樣。嘿。不過都同高雄出台咧採訪以外，還有做其他條路冇？係，我一下很較主要係有係做客家主持嘅發通，還有客家節目嘅採訪。係，嗰時候喺擺太家睇南埔啊，我主持嘅方面，歡迎大家親愛哦，我係阿娟妹。等下我講出來，阿娟用喺台打廣告係咯，跟銀片可以講啊。係先前咪同娟用共用，睇其他人客家電視台做聲啊。用這樣我就做嘅推廣教研上市啊，咩接到嘅發動組織啊，假使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是要前日主持嘅，絕對唔好唔記得愛人美美啊！我係講一下，我就係呢個流
向强年啊，阿姊伊吼，咱喺啲台北啊，那主持嘅发通啊，还那节目啊，都做请啊，阿姊伊没讲啊，两片在听话好嘛，啷，我白姑妹有讲，我白姑妹有讲。好嘞，你站上，你站上。真的唱弹琴啦，北部、南部、总部，哎呦，更爱啲啦。呢件大家唔記得，因為喺度分享下自家專家鄉嘅故事，唔一般三上來兩片打工嚟唱一下吼。不過正日來問言為，係唔轉到家鄉過後來做乜呢條嘅事情咯？本來我係到台南讀書嘅，台南嘛。用了嘅時間我會轉來我嘅家鄉桃園來教小朋友唱客家歌曲。呢下我就係到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上班，就係辦法通啊，辦客家相關嘅法通，還有推廣客家文化。是要主持人嗎？會主持嗎？省長會好嘞，你們三個，你站上，我冇辦法。你兩三，尤其後背計咋？好，係先。你再給我講一次，我就請你 get out。飯堂麼？講真啦嚇，freaking。做乜嘅？跳擺做嘅哪條條路？你一下轉到波卡，轉到竹東嘅時節，要做嘅哪條條路？其實我老大家共用是係愛客家，所以轉去。喺呢一下做嘅條路係寫客家歌，就客家歌曲創作。創作係，不過呢對我來講，是係一隻傳唔到錢，可是又唔會要時嘅條路，係做嘅寫動動。差唔多我唔記得自己跳擺做乜嘅，不過都係啦，客家是係有關係，係。不過呢大家都知嚇呢，freaking 真嘅係呢客家創作嘅歌手，創作很多歌曲之後，講到家鄉，一定會自己嘅家鄉，為自己嘅家庭，為自己嘅故鄉，成日都係歌曲，有按嘅歌曲嗎？有跳，按到係山係茶係吧？你咪會唱啊？講到他的歌曲，我真的是對他又愛又恨，這是讓我淘汰的一首歌曲。衝起來！回去來唱，安倫來邀請我們的原唱鍾尚朋友。哦，獻醜，大家做得強下唱。山高雄雄衝天春啊，茶人槍槍又蓋天公香，發將你準了可以，仍然頭天愛唔盼得，你快了。來賓請掌聲鼓勵。你看哈。蓋馬屁蓬蓬皮啊！我想吼，安尼阿姊唐太吼，都想要轉播卡轉家鄉。但阿總顧唔好騙你，笨蛋就帶到龍潭，就你自家家鄉，那我哋唔想做一些手工，做乜卡？冇人看出來咧，我老幾公婆啦。我哋喺在中南冇聽咗。哎呦！你喺中南嘅，你喺中南嘅，唔過真嘅。你們喺離鄉誒？兩潭都。14公里嘅。哦。唔過真嘅講係掂掉，要唱掉吼，嚇掂掉。唔過最尾愛唱誒呢呢團節目最尾愛唱誒呢，面鳳太哥講一下，你知道你轉到家鄉嘅時節，冇抗議，你到佢交通花了幾多嘅時間？韓國咧交通地位有發生乜嘅事情嗎？其實我轉福開之前啊，就差不多花1年嘅時間，開始老福開講，然後轉來，我爸是冇乜意見，我咪讓我本人就意見當道，做個手工啊吼，我轉來啊，我差唔多生活，過來之前嘅經驗，19年嘅經驗，做人平台完全就冇嘅，咁問題當我轉來以後，佢發現到情況也做我破。因為當年做看到我是做人家大在股，叫按樣生活過2-3年，第3年嘅時候其實我破佢就走啦，其實當時人就走啦，我就是說我身體我就規則性我就放下來，因為我從細做我破土胎嘅，我因為我做啲脾氣認真，親都幫佢團隊，係我親態嘅願望，我實現到嘅。就是按就有個假設咧，真嘅吼，啊，咱咪安慰小英糖都買個腳咧，真嘅，應該感觸很大。3秒鐘落淚，3、2、1。
跟住我哋觀眾朋友咪冇上去講呢類嘅吼，真嘅吼，觀眾朋友咧下面想下，你這個假使你係搶眼嘅，你想要賺到這個家鄉嘅世界，你會做哪條事情？賺到家鄉嘅世界，我看你運用版，你看睇你做呢件事情咧，等下真嚟繼續留大家打嘴鼓了。因為應該是推動動球啊，看愛可能愛寫歌寫客家歌。看愛講故事，本身小朋友談咪係用客講，我是想講，該愛轉來做東西理所當然啊。可是佢都是會講，你唱歌可以在台中唱歌啊，台中也可以唱歌啊，你要說故事也可以在台中說啊。可是我始終轉來兩篇章有嗰種感覺，耳朵嗰種係客家人啊，係啊，家己都冇講客話，係。歡迎大家都轉來後生太上工嘅節目現場，假使問到太自家是係，要對後生人、青年人轉到家鄉過後，福家人運用辦看待人，係嘅認為轉到家鄉過後來做客家，咁福家人要記起你做客家呢個事情嗎？冇其實我也愛都懂支持我，因為記得我們懂推廣我哋嘅客家文化。因為我爸爸媽媽沒有到學校地度教客家話，也有教戲劇。我爸爸沒有到社區嘅地度開嘅歌謠班。故所記得都懂支持我。還有我到公司啊，假使有辦法同嘅時節啊，我就很記得向下來聽書，我來宣傳我哋嘅客家文化，記得都。義不容辭，都會幫做資工去抄嘅，別人睇嘅，結果嘅，他畢竟喊那3萬點都會給爸爸媽媽。真嘅，所以他不是返鄉青年，他爸媽才是志鄉青年。電腦給爸爸媽媽給比較難嘅事，唔講愛遲到又不看你的機器，你做轉落看時間來做了這個事情，因為遲到，用你讓你停學的感覺，有人在旁邊一直讓你走盼的感覺，你就不會值得說，這個咕咕兮兮一3年都會變了4年，我想到啊，我轉來還都在還錯，也還唔錯，就不會有自己質疑自己的感覺。不過回去呢？頭先講緊我遲到講嗌，我再跳講你有聽到嗎？你轉到我開時啫，我看應用辦看待嘅哈？你係做客家，你係咪電梯？有安樣感覺？有，佢都是啟動愛，多少心境，但我轉去做客家。可能啟動，你係咪錯半本差咗床度？根本就係轉來做客家係乜嘅事情？客家係啊，客家要買好做，係客家要買好做，因為我就推動動球啊，係我可能愛寫歌寫客家歌。係愛講故事，本身小朋友談咪係用客講。我是想講，該愛轉來做東西理所當然啊。可是佢都是會講，你唱歌可以在台中唱歌啊，台中也可以唱歌啊。你要說故事也可以在台中說啊。可是我遲到轉來兩篇章有嗰種感覺，耳朵嗰種係客家人啊。係啊，家己都冇講客話。係。因為個選民啊，聽到應該客家文化怎麼小聽哈？真心花，真心花。因為應該阿姊係飲到蔥嘅係嘛嘅？冇，我係食到嘅真心肉。啊，真心大藥丸。記得都是蔥面肉。講到係有道理，不過真嘅啦，講到按照你做福卡時節，假使福卡你冇支持你嘅時節，你自己個人會知道，好像心很酸、很難過嘅感覺，係唔係？有大家有負你嗎？有什麼質疑？我轉來以前是看一道前輩啦，佢都先轉去17度，佢都覺得好像還可以。古時候轉去時節，哪都有政策。這個轉去本來想的時候，因為本來想的係美好的世界嘛。係啊，完全不是這樣子。唔係按用去。係，你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從那個時候又執行一個蒲公英計劃嘛，科委會蒲公英計劃，和自家是為去簽主動進攻手談笑，你話講聽清楚嗎？我要給你空調算真心吧，但是為簽名談笑啦，可是因是為是到跟美勞基有關係嘅事情啊，其實一開始是唔會談笑。我主管自己機關又唔係客委會，我做乜會去談笑？一個客委會現場來個計劃。係啊，真其實係按用嘅。所以是自家動故事啊，是從頭先講嘅。係啦，不過你客委會嘅勞工已經講嘅，我遲到係當好，然後係只強人來分享就係講，你頭先已經講下，先賺實為賺，
对，来集中火力，让来走一片新的世界。我们外国谚语说，当你想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来帮忙你。不过，甘有人，大家有听受你吗？其實該透露做起來真是係易艱苦，不過還係有人讓愛聽受啦，所以是還好。很做得，係很做得。有一三年吼，菜蟲有一三年就知道，那三年專去做先生，都在迄對這家好事情，也係講迄教法安尼魅力嘅學生嘅咯，我自己教法聽無。好啦，阿爺妹，就係講啦，做迄魅力家鄉歌，係笨蛋上嘅咯，佢後來去做了條事情，那就有檢查。嘅苗栗嘅學生真件係動幸福嘅，明明我係從來都冇想過係做苗栗做先生啊，大家都冇想到。先前我咪上過一前嘅企劃啦、公布啦，嗰時候也做先生對我來講係動態嘅轉變。不過一個條路咩同現代嘅條路有啲嘅相關，因為搞客家話對我來講咩冇按困難嘅。不過有一隻重點就係我先前咯動腦細年咧，如果做先生之後咩動作咩冇按腦，佢講出來細年看到你啊，現在就會講，會叫吼，原來先生老師冇按腦誒咩啊？唔係懂中醫原理啦，哈！咩樣啊？叫做懂得一下，叫做就叫 Angel 先生愛人家的哦。老師愛你們。哎，你可以講真心話，讓他有講聰明。真心。講真嘅，真嘅，我冇相信，我冇人家順條嘅。佢邊有意思就唔係真心嘅。因為民風講，你知道人家順條了，先講係真心話，又係假話，又係鬼話。好，不是啱起來，好人講啊，更加講出來講實話話啊，更行唔出去。好，就係第一台灣意思，你就唔是狗講，唔是假講。我前幾日我問安尼民風講，我問安尼民風講啊，基隆市啊，一開始想要轉移的時間，一開始自己一定會有很多藍圖啊，就想轉移的時間。那一條檢查猥瑣咧？有一開始真嘅充滿了理想啊，想講去家轉來做，世界當自由，做得水到自然醒。真嘅。那有暗號，冇做做冇屬意吧？真嘅冇做做冇屬意，就開始冇法度大做方廠。無限刺沙。無限刺沙有隻滿天光水，一天好順天水。安不呀轉業以後，安不呀很多個上天好做嘛事情。結果按樣你家做，拜六禮拜上個一家做地位，看做家屬業無？無聊哦。無聊，真係無聊。叫按個一開始冇乜感覺，叫過一百個天，啊新年就開始。我出去了。爸爸，做嘛拜六禮拜中就出去了，拜拜日留咧演嘅地圖，啊本樣咪開始就講。你啊，生發做安樣啊，新年攏唔是過啊，就開始我嚴格，開始就有不卡就開始有嗰種目標我上出來，啊就開始想講，今日轉來都已經做乜嘅，後來想講多皮多花時間嚟皮膚卡嘢，結果有皮多嘛冇，年過年都甜嗬，今日做乜安安，當初就上班是條路，兩業結。還沒當資源呢。係啊，每嘛家會做，就冇平分到呀，還會繼續做嘛家。係啊。自己有講到係真嘅係一個好嘅問題。既然轉移嘅時間冇法度起到啲平分，跟韓白應用辦繼續來多啲嘅成法繼續來達標咧。其實我婆過身以後轉移以後啊，我就開始想啊，我用做花很多時間，都見錯也唔錯。係。我還是開始調整。其實有啲事情。了標題冇馬相關，唔是啱啱講各項事情做100%，有啲會開始做到接，有啲會寫做到冇做，去搞一取捨，漸漸嘅時間就會有啊多啲出來，過幾年以後新年未睇，因為新年我天天係一天咯，做錯嘅啊，咁係一天咯，天數係去。了解了啊，老順天水啊樣啊，咁樣係就是講，其實要怎樣係真影響我嘅生活，做蘿蔔卡影響我生活。親子時光變到我嘅工作攞生活，我開始做一隻取捨，咪做一隻平衡，蘿蔔卡裡面漸漸做開始就
认同咩做接触来讲，啊转来转要一件事情来。正嘅蜜蜂哥本来讲到正嘅情感都会当感性，我现在正经啊，我知道讲，其实不抗人就是那个人一生人最好嘅伴。但是不开不抗人，你冇其他人走得来机器，俨然没有条件的支持你，就是只有你的家人跟你的另外一半，冇其他人走得来。讲到嘅阿爷妹咧。跟上去做先生，跟人嘅想法，然后人嘅投入，做得起嘅平衡嘛。我知道吼，我多嘅动作，我七家嘅时间，我做嚟做我七家想要做嘅事情，要做得天数不卡人。故说我知道转去啊，我七家不卡人啊，用我投入算係做得兼顧，唔像我頭擺台北衰木嘅，啊做些做演藝嚟動開轉去嘅片。其實我冇其他休閒娛樂了，就冇七家時間。就是說，轉去沒有你嘅步調就慢慢嚟，慢嚟樣。我做嚟做我氣氛都做。做嚟衝去嘅。好咧，佢8點鐘嘅吳主講，你做得等下8點鐘來，你下唔係捱嘅事情。忙多啊！不過家下看得出來嘅面風高咯，也是演妹包妹都有略略嘅調整，要潛到七家嘅生活嘅方式。唔過有人吼，你菜場有人做到吼，自家吼艱苦都會死啦，用唔會安尼咯，嘅阿娟用。我攰到高雄嘅體力條路，有啲時間會過暗晝下班，像係可能公司有派按不條嘅法通，我如會發會好新聞稿，也係有其他嘅法通啊，我如果家係最後一個下班咧，可能攰到冇卡，可能都半夜嘅按用。那我像係連續2年啊，也係過年過節，可能有老人就會過到幾年，可能都會判記者費，記者就會來採訪，可能都會 stand by，嗰時候都冇辦法好好啊聊。如冇辦法全部都有聊，也係可能不用了嘅時間，可能都有為做公司嘅事情，都冇辦法好好休息安樣。所以正經當然做到兩條路，正經。但係唔掂，冇限制啊。規模限。佢喺最佢嘅推表就係捱唔掂，捱喺哪，捱喺乜嘢，捱到哪，捱到做乜嘅？喺乜嘢？你當然就按你過，就是3個問題。捱幾蚊要做乜嘅？捱喺乜嘢？捱到底要做乜嘅？啊，就佢嘅基本之間咧，嗰個後面要慢慢嘅調整自己嘅想法，來起到自己人生嘅平衡嗬。咁啲觀眾朋友咩想下？其實家談到大家嘅分享，就知道其實轉到自己嘅家鄉唔係按過嘅事情，轉到家鄉一定有原因，係唔係人哋家鄉遇到哪一條嘅問題？呢條問題你用乜嘢解決？轉呢個時間可以唔會後悔咧？等下轉來，留大家繼續打嘴鼓了。哦，你係叫教係麼？太犀利，沐浴水低毒。你苗栗嘅未來，就係打工對安尼阿爺冇成功咧。就係奶，看住等下，你係在造勢晚會嗎？散鋪。阿爺妹動線，阿爺妹動線。好嚟啦！歡迎大家都轉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哦。你轉到家鄉過後，聽出我一開始想要當美好，喺某個事情都想得好好，不過真正轉落去之後，會發現，那個家鄉，親像有一系列問題，頭擺冇發現過，係唔係有兩種問題咧？阿爺妹就係問人。西門人吼，先後就嘛王傑啦，佢係苗栗人啊，學生時期啊，個王傑就會走去新竹啦，台中啦，幾年過去，行起差唔多咧，行起接上應該演師來王傑嘛，係啊，你像佢頭婚啊，幾片人就會去新竹，南片人就去那條台中，係冇錯，就係咁樣。韓國還有一件動作嘅事情，就係因為我就照顧我家人咧，我就說苗栗其實冇較大嘅有赤兔嘅語言，嗱嘅有教學語言，假使講吼，愛去看線上嘅話，係較接會走去外演示啊，你自家家鄉就看醫生較冇安全感，當然我還係有讀到當好嘅先生，唔過講到嘅制度嘅問題，還係同太醫院比起來有檢查啦，還係有差。唔過因為看先生身體健康，總唔得開玩笑啊！我人鄉下嘅老人家嘅比例來講較高啊，後生人當小轉去家鄉，嗰時佢就學看先生。相對來講，佢會較冇方便啦，冇自己細嘢皮到身邊吼，還係
我有點古時啦。哦，你係叫教係麼？太死咧，沐浴水無帶動。好啦，唔過阿爺咪講到係呢條問題，佢看到係苗栗本人感覺到有呢條問題嘅存在，嘅民防局轉到苗栗過後，唔看到苗栗其他哪條地方有問題？我看到其實生態問題有兩隻啊，有兩點。第一點就係啊吼，像安尼，比如像剛剛有講當到老人家啦，老人家有分兩種，身體好嘅80、90歲行翹腳腿，所以做事冇問題。身體也唔好嘅，冇人照顧，有生人唔喺同外地做喺上班，同暗上轉，同暗上下班。唔做當接我看到60、70歲老人家照顧80、90歲老人家，真嘅，冇搶歪咯，送去北角咩啊？收得老掉啦，第一張問題。啊，第二張問題就係啊，你行業嘅人員流失非常嘅嚴重。像我去講人寫時間，我考上冇講行咩？大學教授唔嚟講，盡說方言。等下你有見過幾下時代唔係後生人？我唐人講嘅啦，唐人。知道的呀，真係真係。哎呀，結果我來咧下，變到實唔會講下，我以學教請先生來教佢講下，講一下要當奇怪，即係用國語翻過來。人來嘅先生，有冇簽嗌咯？一天唔係嗌教嘅。係說問題怕做得出到啲啊，唔到那件學教全部一樣。苗栗斯蘭，講嘢冇法度嘛，對。你啱啱看到生態嘅問題啦，正如安尼客家文化，以前阿婆同我講啊，我問過而家講阿婆，安尼客家人都叫娘丈算客家人，佢講不講客家做客家人。語言我認為來講，語言做安尼客家文化輕鬆嘅為一點，唔係講唔會10條，也唔會打菜包做客家人，佢客家做呀，做語言唔可以講做唔係客家人，專業的。講到呢個客戶嘅流失問題，已經都嚴重，會去轉到極端嘅時節，咪強容有呢個問題係冇？是一隻動奇怪嘅現象，我最近我會當去做東西倉，因為嗰片當初攤嘅都係阿婆嘛，我是想講，我是去嗰時都在講客，完全講客，結果有年我去嘅時陣，我是發現我嗰個阿婆講，阿婆我買水板呢？哦，水板是嗎？你要幾個2隻，2個啊，2個啊，15塊，15塊，15塊15個元係嗎？剛剛油紙袋你要嗎？油紙袋啊，油紙袋2個不用錢哎，他們不跟那個大潤發冇共用哎，我們不用錢哎，你知道嗎？我就在講客嗎？無非講客家話，哎呦，我現在講客家話，人家聽不懂啊。哎呦，嘟嘟跟阿婆就是變成這樣，是變性啊，人基隆愛講鬼語，係啊，我自己都來當奇怪嘅。你講有時啫，然後人家談到明明佢係行業，佢客戶可能當流量嘅客法，唔過佢拄到銀行嘅世界，你就想講，佢其中嘛佢樣拗到佢。講咧無爭無流量嘅方言來講，即係講嘅人辛苦，談嘅人咩都辛苦。不過大家會知道講，你可能就係一種文化慢慢的流失嘅感覺。真見吼，無嘅阿爺妹吼，你苗栗可能很快就冇欣賞咧。可愛咯！真嘅，你苗栗嘅未來就係大棒對阿爺妹成行咧。等下，你還在造勢晚會嗎？散鋪。阿爺妹動錢，阿爺妹動錢。好嘞啊！講到真嘅像措施咁樣愛選舉嘅，係冇唔再講到安尼吼。唔過真嘅啊，問大家講到安度，前面轉加強嘅事情，你想過有後悔過冇？因為這樣子，因為想到按簡單，你下當後悔有冇？阿娟用？有。其實這樣是離開客家電視台路相關度過唔判得，因為我嘅主管啊，我嘅同事都過好，我路一次都想要做同客家有關嘅事情，有關嘅條路。故所我過到高雄過後，我路自家去報名過到嘅客家考察，像係可能有中國級嘅行業認證班啊，我路天天過到嘅阿哥阿姐，可能路學客家講客家。我咪希望冇聽唔用睇自家嘅母語啊，係啊，嘅回去你有後悔嗎？唔會後悔啊，因為做咗咁多事情嘛，所以自家是變好勇敢，係。
最近我要同慧卿中庸唔愛消費啦，因為我知道吼，頭路做得再錢過，我卡人係1000年嘅，還有皮夾到嗰時間係當寶貴嘅，故所我係知道唔愛消費，唔講係當上對，邊個睇過？你敢唔愛消費？唔愛。愛心。先哦，其實係要 healthy 過啦，要 healthy 過。尤其喺隔壁嗰度阿伯啊、伯妹啊，我條冇嗌咩講。有屋卡房喺多見，做馬就做屋卡，條路好做唔做？因為講因為出馬事情，有老輩落唔到翻來食，咁我就做落，就唔好做屋卡啦，我就愛天氣啊。我看到外面特別就當辛苦我攞天數，我看到外面很不甘啊。我說當後邊講，因為當初做馬做來，我哋按當然過去嘅。你哋係做過，成班係做過，條咩寫落去嘅？係啊，咩按到寫嘅？咩出去咩落唔到翻學識嘅？繼續做。係啊，繼續做。條哪都寫落去，身體感冒寫。係啊，仲要寫將來啦。仲要出書係本意出啦，出到係人係聽書寫咗，冇自家寫。通寫神。誒，記住誒，發動嘅方式。講唔打我嘛。然後阿志嘅問題來咧，唔知道專家向拄到最大問題係乜嘅？一開始想到愛笑乜嘅？我係中白槍，就係錢。你還喺講嘢試研究錢嘅問題？係錢嘅問題啊，因為你喺想哦，我做西裝有錢嘛，跟人家下嘅西大部分都出去台北啊。嗰時候我係轉去苗栗發，我那喺台北嘅時候我就會難時食，因為我係難時買嘛。所以後來呢，我想到講，因為從我嘅阿公阿婆話，第幾條後生嘅時就帶我嘅爸爸到台北，嗰時候我屋企人全部都喺台北，那我轉去苗栗發就會去家租屋嘅，嗰時候我就冇想發一紮錢，沒想到講我老阿是很窮樣，迄老嘅男朋友。年紀裡冇法度，年紀裡冇辦法高鐵之戀的啦，冇辦法嘅，好多錢，而且年夾夾嘅，嗰時候我就想我愛用冇辦法。係真嘅，有啲人是冇法度接受安樣嘅感覺。慧卿姐姐、慧卿先生，做得老了仲想係阿姊家私機上係轉到屋卡，轉到家鄉，做得本人建議嘛，最尾本人建議。一直都是係你想清楚自家轉去做得做嘛解。還轉去，因為你轉去唔係講就回去養老啊，係啊，所以你是想清楚，還簽到做得做嘛解。簽到，愛就轉去。好，簽到就轉去。哦，真正甲慧卿講嘅當初，所以規劃好你轉去嘅時節，鄉親朋友啊，安尼觀眾朋友，轉到屋卡，轉到家鄉，唔係去同時間，係認真要做乜嘅事情，真係追求啦，要想清楚，假使要好轉去，是轉去。假使做唔得轉去，喺挑戰中度，咪唔時間，好好想清楚自己未來到哪位哦。我記得下禮拜香嘅時間，我哋繼續來視看後生太上宮，要巴太牙哥，上來聊聊，拜拜。哎呦，有，什麼？我要站在後面，我要站在後面。啊，你的手好濕哦。謝謝明芳哥啊，我就坐在這裡了。安姿 C。我晚上再來坐前面。好。